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4月22日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海军攀石舰顶，佮加验出一个官兵抵着武汉肺炎，这边就近烧话事件已经多达28人染着病。早起蔡英文总统讲，总统领导3军，伊要代表国军甲国民会师的。昨国防部严德发部长也已经甲总统自请处分。按今日早起8点开始，咱会当去便利商店插健保卡拿现金，就通直接注文催案。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今日佮加验出海军攀石舰军船顶头一个官兵抵着武汉肺炎，这边就近烧话案件已经多达28人染着病。咱国到家计共是426宗病例，但是中指挥官也提醒证人讲，着要加决关怀、兼决责备，骹步才袂家己打甲乱去。咱来听陈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今天要宣布有1例新增的确诊个案，那也是我们的敦睦舰队的实习生。那这个案子为20多岁的男性，在磐石号实习。那个案于3月23日出现发烧、咳嗽、味觉丧失的情形，经服药后症状改善并恢复。4月18日至集中检疫所隔离采检，一采的结果是阴性。那后续个案因出现鼻塞、嗅味觉异常的状态，所以19日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并2次采检，那是确诊。磐石号里面总共有28人确诊。那卫生单位现已掌握接触者，现在是692人。那我们要特别的呼吁整个的案件请大家也多点关怀，少些责难。那最怕的，我们是怕说我们自己自乱阵脚。因为海军敦睦舰队船顶逼出就近烧话，早起国防部严德发部长也承认讲，月初卫生福利部就发布食无检证、鼻无芳臭，还有漏射走白，这拢是武汉肺炎的症头。结果这则消息有影较慢通知予军睦舰队知影。舰队的支队长陈道辉是已经接受处分，不过伊也坚持绝对无暗看病情咧传的情形。在此，我用生命保证。我绝对没有隐瞒任何疫情。海军敦睦舰队逼出群组感染，当影响国军的形象。敦睦舰队支队长陈道辉洪听处调离现职，针对外界质疑隐瞒疫情，陈道辉是坚决否认，但是承认讲无汇报官兵发烧的情形，前后的讲法是颠颠倒倒。1员比较严重，他住了2天，所以我有回报。剩下4员，我很诚实的报告，我并没有回报，因为医疗小组给我的建议是，他们只是一般的感冒。当初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于嗅觉方面，或者是那个时间点是没有的。立法院外交港国防委员会早起要求国防部进行搬照军舰接应的专案报告，国防部长严德发承认无即时传送防疫的资讯动态。卫福部初3发布新冠肺炎通报，新增加鼻无味的项目，讲到打扫、走白、鼻无味、食无味，可能是着病症头。不过，男支队初9才透过电邮传送支队，嘛无回溯追踪，变作防疫空棒。严德发自请处分，那魏培平是在替总统府设红灰墙。没有，这个敦睦远航的潘石舰的官兵学生染疫之后，这是我们国防部跟海军，我们必须要就这件事情完成整个的一个调查跟应处。这是我们自己国防部以及海军本身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会跟府里面来做报告。若是总统蔡英文进前紧急调遣有讲啥物，严德发回应，国军爆发疫情了后，需要指挥中心提供专业的意见，嘛方便专案小组随后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海军逼出病症烧话，引起国民感觉惊吓。蔡英文总统早起嘛踮总统府的大厅出面发表谈话，伊强调讲，总统是3军统帅，国军发生的代志就是伊的责任。一来，伊要甲国民表示失礼；二来，也要求军方心头了好定，都要尽责保护国家。还有病症摊开的情形，都要坦白照实讲。我是3军统帅，国军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我的责任。国军平常捍卫国家很用心，在支援防疫工作上也做了很多事，但海军这趟任务在防疫上出了这么大的为失，让国人因此承担疫情的风险，我要致上我的歉意。
做总统的责任就是把防疫做好，让疫调可以做完整，让国人可以安心，稳定军心，维持战力，让国军把保卫工作的保家卫国的工作做好，也是我的责任。这次的维师，我已经要求国防部不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厘清真相，改正错误，这次维师造成的防疫漏洞也要快速的补上，让国人可以安心。现在国内外疫情紧急，海军在防疫上出了疏漏，我已经要求以诚实作为最高原则。国防部昨天也检讨了4大缺失，这只是初步，完整的调查清楚之后，我绝对不会护短。因为海军出这款代志，国防部严德发部长昨暗也带一阵军官，甲国民一鞠躬，亲身会师礼。伊表示讲，军方抵挡病情摊开的工作做了无完全，家己决定担当一切政治责任，勇敢面对，也已经向蔡英文总统自请处分了。东部舰队疫情造成社会不安，国防部长严德发20日暗时带真侪将官会师礼。我们以鞠躬表达我们最深的歉意，鞠躬。国军防疫全空棒，司法讲法各无共款，各界拢在追究。严德发表示，海军领导人部是以协定已经向总统蔡英文自请处分。海军司令刘志斌上将自请处分，东部舰队支队长单独会少将、南指部指挥官郭家斌中将等2个人调离现职。我接受所有的处分，包含请辞，我不会规避，坦然面对，诚实以对，该我负的政治责任，我绝对会负。严德发承认防疫有4大缺失，包括无落实疫情通报、联检小组无检验官士兵的防疫管理报告、部分官兵无暂停挂水案，甲海军实践防疫措施报告。那东部舰队在执行守护海洋国防任务，严德发嘛证实外界伫要的机密任务。4月12号我想各位都记得是中共的辽宁号航空母舰。它从东部的外海经过巴士海峡，往西南方向走。那我们整个在参谋本部的指导之下，必须要应对，因此就派了这个东部舰队2艘的作战舰，在我们的 ADIZ 来监控。国防部道歉，总统蔡英文伫记者会结束了后，嘛伫面前回应，国军爱勇敢面对，调查甲检讨，才是一个开始。严德发上重要任务是改变这摆缺失根本问题，毋过并无讲到严德发是毋是继续做。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行政院出面说明要替民间消透困难，阁有振兴经济政策。苏贞昌院长讲，这礼拜内有90万的国民口罩内底接到政府所拨的现金。苏院长阁讲，即马咧对抗武汉肺炎，袂输得哪像打油过石尖，都要一步一步斟酌落去调整。立法院三读通过纾困特别条例的修正案，加纾困也有振兴特别预算增加到2100亿。所以来看疫情发展的状况，会使搁再增加2100亿。国民党就积极计供4200亿的纾困金，这已经是达到负债的进步啊。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这是因为因应疫情在咧做准备。疫情的本身大家都等于摸着石头过河。那未来会到怎么样，也会随着被疫情冲击的是怎么样，以及因为这样的疫情变化，是有哪一些经济活动，有哪一个振兴方法比较好，也都是活的。苏贞昌讲要救经济，就要让民众有感觉，强调防疫就要提早部署，纾困也同款要量早准备，包括中介收入户含弱势、计程车甲游览车的稳涨，家己营业做生意，也有受到影响的企业甲员工等等，差不多有90万人在这礼拜就会使领到纾困的现金。弱势有87万人，现金入账1500块，一家有4口，所以特别加注。是行政院花这些钱，我们到县市政府，很感谢县市政府最快的速度，昨天都已经开始
入账。苏贞昌表示，伫咧4月23拜四，会伫咧行政议会通过这新政改预算。4月24会去立法院报告备询，也希望说落来，等到疫情转好了后，会搁再启动进行措施，鼓励民众出外消费。若是毋是要发酷碰券？苏贞昌讲，这设计未去限制，会收集社会意见，也看疫情安怎样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按今仔日开始，咱嘛会当去便利商店插健保卡纳现金，就通直接注文催验。就是讲本地去药房排列，也是用手机注文以外，佮新增加一部第3代改良买催验的新手续。即阵当若扎健保卡，今日去便利商店，一切就拢会当办甲好势咯。民众入去到便利商店插健保卡买催验的新办法，今仔日实施。中央健康保险署表示讲，因为新制度认卡无认人，国民听好扎规家卡的健保卡去便利商店做一摆出文催验。不过每一个人拢着要单独负担7块的运金。主文催验的时间是按今仔日早起8点开始，到后日暗时8点为止。全台湾1万几间便利商店拢会当办理。咱倒若去店内事务机直接插健保卡，持好势才去柜台纳费用。等到4月30到5月13这中间，就会当去共一间店头接货提催验咯。观众朋友，咱赶紧过来关心，因为海军潘石南顶昨新找出来3个患者，今日佫新增加一个，这拢是验第2摆病毒才断定。但感染症专门科医师就建议讲，即阵上好毋若干经过核酸检验，上好就要佫配合抽血验抗体，才袂有漏交。指挥中心当嘛决定讲，潘石南顶300外个官兵，拢就要开始抽血，正式都去验抗体了。海军小话代志又搁再扩大，有专家认为，武汉肺炎通常伫咧发病的第1礼拜病毒量上介悬，而且也较容易验出阳性。准讲伫咧发病第2礼拜或者是第3个礼拜，就可能较歹验，有时阵阴性，有时阵阳性。所以建议除了进行 PCR 核酸检测以外，搁爱做血清检验抗体的测试，才袂去漏交去。国外的研究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采咽喉，不管你要采咽喉或鼻腔呢，如果同时再加上抗体的检验，就会使得敏感度提高到90%。可是台湾目前因为没有抗体的检验，所以我们还是依靠 PCR。另外，中国上新的研究发现，引发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有19个新的会突变的病毒株，外界可能也无完全掌握这病毒株的变化，也有伊的多样性，恐惊会搁再增加研发疫苗的困难度。另外，国内专家认为，即阵也无证据通好显示，现此时疫苗研发已经失效，唔免伤过烦恼。疫苗主要是针对病毒的外套的一个蛋白质拿来当疫苗，对它产生抗体。那这个外套的蛋白质呢，要不要突变，就决定于人群当中有免疫力的人的多少。目前还没有证据说现在的疫苗的设计已经失效了。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已经决定予敦睦舰队700多个官兵抽血验抗体，会先为潘正南顶头开始，要来厘清到底军舰顶头有偌济人要去挖到。准讲有官兵验出抗体，会搁再一届来采检做核酸检测，确定身上是毋是抑搁有病毒残留。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过来欧洲这边，当有未少国家病情咧传，渐渐较平静咯。意大利的总理就宣布讲，按5月初4开始，会一步步解除8成的封锁。西班牙嘛讲，按4月27起，15岁过的青少年出入超市、药房甲银行未阁受制限。不过法国家也因为政府管制未当出门，造成艰苦人无地讨谈，有的民众开始和警方发生冲突咯。经过伫咧建筑无加过路顶炸开，路一个真侪民众伫咧走。美国的川普总统掠话讲，因为要对抗病情继续传，就要保护美国的国民家己有饭碗。但即阵的暂停外国人申请移民60天。过去川普总统已经有几落摆反对外国移民的政策，也引起过真侪风波。今日这项决定，确实又阁是一站重大的变化。武汉肺炎疫情全球上严重，美国目前确诊人数已经破82万，超过44000人死亡。就年以来一直反疫病的美国总统川普讲，因为疫情，几落千万的美国人失业，要抗疫甲保美国人的饭碗。在美国21日北京疫情记者会宣布暂停接受移民60天。This order will only apply to individuals seeking a permanent residency. In other words, those receiving green cards.
其实3月份为了防疫，美国差不多已经暂停所有签证申请作业。川普过去伫2017年都上任无偌久，慢慢因为反恐维护国家安全，发布行政命令，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的民众入境，引发抗议。国有人权团体积极威胁，各地联邦法院拢冻结这项禁令反射。按过落尾，联邦最高法院做出对川普有利判决，按照川普其他反移民政策，佮包括伫美国甲密西区起高墙、拆散移民家庭、佮掠捕正经移民等措施，拢把引起真侪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国际上一个团体或者无国界记者组织，4月2日因公布今年度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报告，内容指出因为武汉肺炎，新闻的自由也面对愈侪威胁。都是有真侪国家拢借用抵挡病症来打压新闻自由，尤其无国界记者组织佫点名中国政府束缚媒体暗砍消息，才会错失量早阻止病症传去全世界的好机会。无国界记者组织20日公布上新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北欧国家也是排伫上头前，挪威阁是连续4年排伫第1名，是全球新闻上自由国家。按那北韩甲中亚国家土库曼，这是伫180个国家中排伫上后尾。按个报告嘛点名，中国政府伫新冠病毒疫情一开始，但包括已经过往的李文亮医生在内，才人。严格控制疫情相关的报道，造成全球失去早期阻止疫情大流行的上好时机。伫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伊是上尾第4名，177名。Il y a un certain nombre de pays où les gouvernements se sont lancés dans des campagnes de désinformation pour camoufler aussi la répression du journalisme. Et le cas le plus emblématique, c'est évidemment la Chine. Et le régime de Pékin porte une responsabilité très forte. Le contrôle de l'information dans ce pays a empêché qu'aux prémices de l'épidémie, les bonnes décisions soient prises. 报告嘛点名香港指出，因为反送中运动，媒体记者向警方甲外不雅人士暴力对待，互香港排名67名，排伫第80名。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因为这摆疫情继续咧拖，真侪极权国家，甚至讲是民主体制国家，拢用威吓政策通过打压言论自由法律，伫心理甲政治达到恐吓甲阻止效果，采取一项中国式控制方式的国家，包括严格控制疫情消息伊朗、土耳其、俄罗斯甲欧洲的匈牙利，伫排名中拢是较后尾。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a parlé d'infodémie, de propagation de fausses informations à l'occasion de l'épidémie. C'est que le phénomène est en train de s'aggraver du fait de campagnes de désinformation par des États. Et je fais référence notamment, mais pas seulement, à la propagande chinoise. Le régime de Pékin porte une responsabilité particulière. 除了控制新闻自由以外，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甲巴西总统波索纳罗，这是为了暗抗防疫不力，选择采取将媒体看作万寿人的政策，希望用制造甲媒体冲突稳固支持者。无国界记者组织对2002年开始针对全球新闻自由度进行报告。今年的报告指出，整体来讲，欧洲也是媒体自由度上悬的地区，美洲排第2，亚太地区则是违反新闻自由上严重的地区。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南台湾的消息，早起高雄市议会召开临时会，本地按算要韩国瑜市长报告防疫的工作，甲替民间消透困难的进度。啊，不过议会一日开始，国民党的党团就提出临时动议，表决取消这边的临时会。中途，民进党的党团归去退席抗议，因也批评国民党根本就是咧暗骂韩国瑜市长。民进党籍议员邓德亚抗议，一个退席离开，因为高雄市议会有28名跨党团议员联署召开临时会，背后市长韩国瑜报告防疫甲纾困现况，但才开始讨论议程，国民党团就提临时动议，要表决取消临时会。我发了20几万通啊，还有足侪所在拢还未讲的啊。为了避免发生社区群聚感染本席在这边建议本次的临时会不开啊。我们市政府做怎么样的一个纾困的一个专案报告，难道这个不重要吗？立法院都已经在开议了，赞成的有32票，反对的有2位。那本次临时会不召开。国民党团要避免疫情扩大，专心防疫，用人数优势顺利取消临时会。民进党团率来开记者会，批评韩国瑜表明讲会入去议会，实际上是叫国民党团护航，互伊闪撇。卫生局人员在进行各项的调查、消毒的作业，
市长的功能应该是了解所有民意的需求，进行资源的调度。议会其实就是最好的舞台。关键14天内，我们认为总指挥官应该要作证。国民党团嘛召开记者会，强调隔天会召集定数委员会，讨论5月举行延期的定期会，防疫专案报告则会放入去定期会议程。韩国瑜知影虽然有到议会，但对临时会拢无表示意见。原本要伫议程休困的时间开防疫记者会，嘛伫临时会取消以后，向改转去市区进行。记者王家川、柯建顺给我们报道。同款来讲，南台湾，昨中山大学内底有一个助理教授，邀请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就是人称呼做白龙的张安乐，去到学校演讲，引起社会种种的议论。尾手中山大学的陈英尧校长发表公开批，讲若邀请这款会以暴力威胁国家安全的人，是已经违背学术伦理，伊也甲学生会失的。啊，毋过张安乐本人也有出面应喙，伊煞问讲校长，你是咧惊我啥咧？海报顶悬搭一张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的相片，邀请少年人来讲统促党，了解最近发生的代志，甲关心未来。这场演讲是中山大学通识课助理教授陈世岳邀请的。演讲的地点就伫咧海科院这个礼堂内底，迄当阵有70外个大学生来听。校长陈英尧知影了后，是批评讲乌白蓝三使用学术的自由，都是甲学生会失的。那借这个机会呢，让同学们认识到台湾是一个具有多元价值，也希望同学们透过这样的这个对话跟交流了，去认识到说这个怎么样互相的包容。我想就是透过这几个他们暴力的手段来得知，他们的确是不适合来学校演讲。校长陈英尧伫咧公开批内底表示，邀请有恐吓、甲组织犯罪前科、以暴力威胁国家安全的人士来学校分享对政治的看法，是超过基本学术的伦理。校长实在是感觉真痛心，竟然会发生这款代志。不过，统促党的总裁张安乐本人知影了后，颠倒是问学校讲，到底是咧惊啥？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组织犯罪前科，也没有恐吓前科，这个校长要跟我交代。我觉得他害怕了。当初邀请张安乐来演讲的助理教授陈世岳表示，这届无考虑到伊的身份，就邀请伊来学校演讲，确实是考虑了无周至，嘛希望风波会当赶紧过去。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香港铜锣湾册店的店主林永基来到台湾要开新册店，煞去互人破邮册。昨暗透暝，警方就伫咧高雄抓到出手的2个嫌疑犯。早起11点，搁伫基顶抓到另外一个共犯的兄哥。因为去年香港的歌手何韵诗来到台湾，嘛捌互人破邮册，但林永基就讲，这绝对毋是单独的案件。台湾确实就要重视，国内有人专门咧替中国共产党效力出骹手的问题。抱歉，指使你们，中共指使你们的吗？涉嫌对香港人林永基动手破财的2个查甫人，二日半暝伫高雄互抓到，再去互警方带转去北市警局的中山分局侦讯。回顾记忆透早，嫌犯对伫林永基后壁去中山北路一段巷弄咖啡厅，将红茶倒伫饮料杯仔内底，趁林永基坐落的时阵对伊破财。但是过一天，伊的头毛甲手骨同款有擦片的油擦。早上不知道台湾台北警察已经把2个疑犯抓到了。出去我当然是有点担心啊，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林永基对破财的行为共款心惊惊，外传嫌犯讲破财的动机是不满林永基用无主的方式伫台湾搁开一间册店。林永基无奈表示，无主是纪录片导演李慧仁予伊的建议，李慧仁嘛捌摕纪录片无主，敢讲无主就应该互破财。这是不合理啊！大陆找台湾的一个大人员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不是真的要把它解决掉？香港歌手何韵诗去年来台湾，就捌互统促党破财攻击。林永基即马嘛防威胁，伊认为这绝对毋是单一个案。虽然案件还未终结完成，但是林永基认为中共代理人的问题应该互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中部的消息。人讲花莲县玉里遮是通台湾稻仔的10面做上快的乡镇，不过这阵啊，遮的稻仔煞拢伫咧起稻粒边吊茎拍树。目前受损害范围按起来已经有500多架栋。受灾殃的农民当嘛出面，要请花莲县政府伸出援手，望讲会当抢到天然灾害的农业补助。
这是花莲玉里镇专门种稻仔的所在，有4500公顷宽的范围。最近农民发现有部分的稻仔规丛打起，向农粮署求助，发现是叶稻热病，初步估计受损的面积有500公顷。无以问苍天了，再这样下去的话，即将整个颗粒无收了哈。农民已经撒药下去了，但是如果等到稻子回混的时候，你说那个已经回混了，不能补助的话，那施肥下去、打药下去，一次都是1-2万块，那农民的收入从哪里来？根据花莲县政府农业处的统计，这道的稻热病大部分集中在玉里镇的山民、大武、原城、中良地区。因为农粮署目前要把稻热病列入灾害补助范围，目前县府刚才当协助送件，希望中央到3天。能不能启动这些相关的救助，来补贴这个我们相关的农民哈？那因为现在又碰到这个疫情的关系，我想中央呢我们会建议他来慎重的考虑。即马拄好是上高遇到稻热病的季节，所以农粮署甲花莲农改场拢会安排防治课程，要求农民做好管控，较慢野肥堆肥，才会当避免土质酸化产生稻热病。另外，地理环境甲气候嘛是影响的要素，开放通风的环境较袂有稻热病的产生。记者综合报道。东部看完，咱来看西部。来讲，云林虎尾科技大学的第一校区，八只街这边的边仔门出入的人一向袂少。毋过常常拢有学生乌托摆乌白停挡着人的路。本地有一个老师出来做好，提醒学生讲，机车唔通四界停。结果昨下晡同款的代志煞又搁发生。好甲老师提链布出来，甲车弹起来，兼搁扫大扫。学生不服也去报警察，尾手是校方紧急出面协调，风波才排解。停在出入口的机车，边添几啊辆的胶带。云林虎尾科大校区八德街的小门，是真侪老师和学生进出的通道。虽然有设禁止停车的告示，但是常有学生乱停车挡到出入口。都有学校老师在通道进前啃草皮和盆栽来提醒。但21号下晡嘛是有学生乱停车，老师一起用胶带将机车包起来，过来做大扫。学生发现后真生气，报警处理。我们唯一的出口应该就是这边而已啊，所以应该。对啊，还是尽量不要停的，对吧？没错。那老师那样处理，你觉得会不会有点过当还是？是有点夸张啊。违停本来就不对啊。对啊。虎尾科大校方表示，这个事件发生在21号下晡，学生因为赶要上课，就将机车停在通道顶面。这名老师当下想要以创意的方式，让乱停车的学生有一个警惕，快引起学生的不满。经过校方的紧急出面协调。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和解。然后同学他其实说伤得不严重，然后他其实觉得他不会去跟老师求偿，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也做不好，所以学生这边态度也很好。然后老师那边他也觉得他有一点激动，所以他说他当然不会去跟学生什么要去惩处他啦。校方表示，近期因为校区边仔道路施工，学生机车车位比较较不足，但校方嘛开放3期大楼的校园，让学生来停车。预估11月后，会当改善停车位不足现象。但若是违停，将会根据新的公图生来打宽道单，加强宣导和管理，避免搁发生停车的纠纷。记者为你报道。咱搁来讲种花的农民，这回原来互病情咧拖的栽叶拖累真忝。毋但外销交冻店，国内市草也加真歹。台北花卉产销公司这边花价上无落有4成去。去年一把剪阳花，这有人讲做无亲花，就要150块，今年却剩无50。行政院农委会当时讲会先款3亿出来，甲花农支持，带动市民的消费。花市的单位摆办各种花卉，最近国内花的交货量无减，但需求量却大衰退，造成平均交易价少大落4成。头家讲，等下当喙齿筋加好安。这一波是比 SARS 还严严重啊，严重 ！SARS 我都没有感觉，斑纹的摊商有没有？至少影响到一半的，就是50%的业绩掉一半的，一定有。像大甲镇南宫绕境游行就取消了嘛，像一些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大饭店的那个大型的会场也都取消了嘛。因为外销受到阻碍，文心兰、蝴蝶兰花销国内价少跌落。另外，母亲节定向的花卉康乃馨更加灾情惨重，去年一把150块，今年上价价少定存30块。免怎抢救花价，农委会除了相关补贴措施，更加直接进场大量采买，再来透过电视甲推广刺激消费。目前规划大概3亿多
参与多来做带动，因为政府带动之后，民间一起来响应，这个还是必须要扩大内需。疫情重伤各国，除了抢救恢复产业，更加确保粮食安全。世界贸易组织 WTO 指出，各国采取严格边境管制，冲击粮食的国际贸易，呼吁20国集团合作，防止无合理的限制性措施，稳定国际食品价销。咱的农粮署强调，台湾的存粮到年底拢无欠，会一直监控国际上粮食供应的变化。记者林明丹辟如台北报道。咱过来讲，教育部宣布讲，今年国中升学的会考4支理专统一的测验这两项考试，考试场冷气会放，啊，毋过门窗嘛会开，保持通风。因为门窗要开，可能会影响到英语听力的测验，决定即日的考试取消，将分数刷去阅读测验。打到国中的考生讲，准备3档雄雄讲要取消，感觉有了啊较无公平。为着会考做最后的准备，各中9年的囡仔逐科拢爱复习。虽然英文听力测验敢若占英文2成的分数，嘛袂使放松。就关窗啊，对啊，关窗。对对。担心吗？我觉得口罩觉得还好。关于窗仔门练习听力，但是教育部宣布会考会开冷气甲窗仔门，嘛取消今年的英文听力测验。甲分数刷去阅读测验，有考生感觉这寡拢白准备啊。其实说影响到很大是不会，但是就是也剩不到1个月啊，这样突然讲话就是有点奇怪。觉得有点不公平，因为就是大家有在准备听力，或者是说听力比较好的同学，可以借由听力这块拿分。那如果是听力不好的同学，就这样不考听力了，他反而就是赚到了，因为他不用担心他听力会听错。今年因听无要考，有各种认为决定是真临时。听力真强的学生认为无公平，老师是认为恐惊影响台选学生的正确度。我想老师来搭配108课纲，你今年突然收进来学生是，可能他的技能上会有一些地方我没有办法做判断的时候，那可能老师在推后续的这些教材上面，可能就会造成蛮多的困扰。因听无要考已经是事实，老师讲，敢若会当甲有不满情绪的学生讲，读册路阁真长，今年无要考，去高中也是爱读，新大学嘛会考，转去平常心面对。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昨咱有报讲，军方伫咧4月18紧急将敦睦南队顶头所有官兵调转去集中检疫隔离14天。结果各地头会合的场所，竟然有10位是经伫咧学校，尤其是中间有5间拢伫中部地区，包含台中、彰化和南投。代志一个发表，总是这个学校四边拢已经伫咧加强消毒了。环保局人员一透早就到学校外口来进行消毒。海军敦睦舰队人员伫18号被紧急召回。台湾本岛总共有19个集合点，其中中部地区的6个集合点，都有5个是学校，而且事先拢无通知地方政府甲校方，互当地民众无得接受。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应该啊，因为毕竟这学校进出的学生这么多。我觉得他应该要早一点告知他集结的点到底在哪边，哦，不要造成人家这样子以讹传讹，这样子人心惶惶的恐慌。敦睦舰队被召回的人员伫咧中部的集合点，包括了台中、彰化、南投甲云林4个县市。伫咧南投埔里的纪大府中，有8个官兵伫这集合。校方监视画面清楚翕到军方的巴士甲救护车，但是因为这是家长的接送区，校方相当的烦恼。这是我们的家长等候区了哈，所以我们是到昨天下午以后才拉上封锁线哈，所以也是担心说这段期间也有许多我们相关的民众啦哈，可能都有使用这边的一些设备，包括提款机哈。另外，台中市的集合点除了台中一中以外，也有乌里区的东园国小。台中市府嘛是一透早就派人来消毒。台中市长卢秀媛认为，各军的相关资讯应该更加透明。我们希望给我们清楚透明的讯息，我们愿意帮忙，我们愿意善后。但是不要老是像挤牙膏一样，那我们从各种零星的管道才能得到资料，才能够来进行这个善后的工作，这样子是不太好的。台中市府表示，目前嘛是无清楚到底海军官兵是伫东园国小倒一个位来集合，希望军方会使讲清楚，才袂互民众有疑虑。另外，彰化私立精神中学嘛有10个人集合，军方当时嘛无说明原因，但是因为校方怀疑甲疫情有关，当天就已经完成消毒。记者中部综合报道。当即阵有医疗团体针对医护人员发出文件，落去调查。
结果发觉讲，有将近3成的护理人员讲，N95的喙暗、防水的隔离衫，啊，佮有保护目睭的护目镜，这装备确实无够用。另外，佮有7成的人员讲，确实有加班超过时间，佮有照顾患者的病例伤过济，这种种的问题。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人数继续在咧增加，医护人员无眠无日在咧照顾患者。不过前一阵仔，医护团体针对个人防护装备，也有人力的配置这部分发问卷来做调查，结果发现有买过3成的基层医护人员认为，N95的喙暗、防水隔离衫、面罩，也有护目镜，这一定要有的防护装备根本就无够用。N95口罩还是有缺号，比如说他们比较需要 S 号，就是小的口罩，但是医院只有统一进 M 号。当他们跟主管反映的时候，甚至会被主管反驳说：“其实就是你们就继续用啊，没有关系。”医护团体表示，虽然疫情指挥中心保证物资拢有够，不过也是有伫咧病院手术房做工课的护理师反映，无论一天出入手术房几届，因拢是用同一个喙暗。另外调查也发现，伫咧疫情爆发了后，美国7成的病院大幅度调动人力，甚至出现无安全、下科别互相支援的状况。医护人员根本就无法度来照顾这么多病人。每个病房甚至急诊或是各个单位都有限制陪病家属的数目。当然在门口会有驻警，但这些人数的控管常常都会需要是护理师去分担。当他在给药，当他在做治疗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个人突然跑进来，觉得这个人怎么没有看过，他就会必须中断他身上的治疗，中断他的给药。然后前去询问那些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医护团体呼吁政府应该要继续追踪医疗装备欠缺的这个问题，而且要强制病院用因所赚的钱来改善护理人员卡手无够的这部分。若是违反，就应该在咧评鉴的时甲因降级做惩罚，而且也袂使互因领防疫的奖金，才有法度真正解决这长期以来人力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咧美国斯坦福大学驾车王志宏教授，进前有伫美国的专业期刊发表一篇台湾安怎样抵挡病症摊开的成果专业的文章。今仔日科技部邀请伊来对谈，望讲经过台湾防疫的经验，会当替全世界提供愈侪协助。顶个月伫美国医学权威期刊发表专门探讨台湾肺炎防疫的成果。史丹福大学副教授王志宏日参加视讯连线，甲科技部长陈良基对谈，为台湾甲美国的生活形态差别来分析影响疫情的方式。You have the war system where you have 里长, so it's easy to track people. Contact tracing is about finding people that have been exposed to the disease. There was somebody sitting right next to you with COVID-19, and we really want to tell you, but we couldn't. I think the Apple and Google, that's going to be very important. 王志宏指出，台湾伫咧即届疫情的初期，就随启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展开下部会的合作，成功阻挡即届疫情拓开。若美国因为行政体系甲生活的形态甲台湾无同，所以较慢开始。另外，科技部长陈良基认为，台湾防疫的成果杰出，主要的原因是准备了有较充分。After SARS virus, we continue to support a lot of medical and scientific laboratory, more than 300 different laboratory, including medical laboratory, including the small molecular use technology very quickly. 陈良基指出，台湾伫咧疫情打开始的时阵，就已经运用科技加强边境管制，另外嘛整合医疗的影像、甲 AI 的研究，提供多样化的数据，互产业、学术、研发界来使用，而且提供家己的服务，希望台湾的防疫实力会当互世界看到，协助解决更较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关心咱家己的文化，来讲历史上已经上百档的台南南城社，就是一直用心咧保存传统南管的文化。近来这几档因为佫开始踮社区内底教人学南管，目前效果也真好，有导游、有医生，甚至有规家口啊拢总带来学。这学生是讲，现代社会讲究速度，南管虽然是看看啊吟、韵韵啊唱，不过也会互人感觉较定着，佫加真清新。大皮白，早个有的下线啊，有的吹片啊。本来一家伙个人拢伫遮上课，也毋过即节课爸爸因为有代志请假，妈妈讲因拢做介南管，所以昨下社区有开课，就全家做回来学。阮翁有
放个 CD 给阮听，阮感觉这袂歹，拄好有这个机会当来学习，所以阮就做回来。有100年历史的台南南社社，多年以来正打拼保留上传统的南管音乐。伫过真侪年后，去年开始又搁重新回到社区开办授课，希望这项已经慢慢让要失传的传统乐器，会使互愈较侪人熟悉伊，甚至会使爱着伊。我13岁就开始学啊，阮男生说这拢义务的啦。进前咱去学时阵，咱嘛是义务甲咱教。阮这种音乐吼，毋是讲你现学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你学5、4人你都学袂了的。迄阵我家己的囡仔，伊拢甲我定位讲南管就是老人咧佚佗的。啊，其实我家讲，阮即摆阮遐的学员吼，阮的领域足宽的，毋通讲阮南管就是迄个老一辈咧佚佗的迄。本身是心脏外科医生的学员讲，伊感觉南管是一个真有特色的音乐，毋但会使互心静落来，嘛会使排解压力。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对，而且这是工作之余放松的一个就是兴趣。愈学愈有兴趣，然后愈学愈趣味，系啊，那感觉一礼拜无来学吼，感觉怪怪。我把这个正感播出去，然后慢慢发现安尼。南社社的老师讲，只要有人肯学，因就会打拼认真教。毋但要互南管的协会会使继续传，嘛希望南管音乐会使为愈较侪现代人来解新闻。记者陈淑君台南采访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台湾传统民间的戏剧，有南的，有北的，有外港的，有歌戏，有布袋戏。这内底出头有偌济？今日国情扣台南云和奇案内底一拍歌来甲你互相研究。云和奇案女主角金块啊，罗烟花。烟花场内底这个老苍叫做红潮，叫伊就爱学艺段，就爱学曲。内底四句联安怎样念？讲红潮叫伊学艺段，弦啊北白举来弹，学曲真巧袂便单。有学关公困土山，四龙探宝外港有。也学一出吊金龟，雪梅思君学较久，孔明借钱乞较输。你甲看，这四句连一个念，讲吼金块啊，大声有学关公战败困土山，过来四龙探宝这外港有，啥做外港？就是兵局，就是行局。行局内底佫有一出吊金龟，过来讲七世夫妻内底雪梅思君，哇，这出头真长。金块学较久，孔明借钱乞较输。过来四句连讲。一块雕弦人当道，风和楼曲足歹学。店内种人都学老，聪明伶俐别人无。人客边看都生冷，曲名庆杀严水生。家伙开了无路用，无杀夜段名乱用。原来讲金块啊，又学雕弦人当道，另外伊佫学一条，这北管的这国精在，这吼三国志外叫做风和楼，就是讲酒如写批来邀请老毕过江食酒，老毕唔敢去啦。孔明讲你做你家去，你若无去吼，失者佫失过。结果老毕煞甲应讲，先生强迫我过府，我真苦怕一酒炉。如此好咧，都无好事，袂赢咱就先上书。过来，原来金款啊，佫学迄个社会案件，做庆杀严水生，这个就是好野人囝，家伙开了无路用，竟然去谋杀艺段，这正中国上海的真人实事。过来，金块啊，真正要来学南管啊哦，南管要学真济款，弦啊丝线吊较悬，头地就学钢棍断，二地招军去何番。南曲北曲真济款，有关公过五关，佮唱汉文别写段，可先必要来袂乱。吼吼，咱干那听就知影讲南管招牌歌第一条做钢棍断，这有人讲做钢棍断约。第二条叫做招军去何番，内底佫有哦，南曲北曲学甲关公过五关，这种观众朋友你真熟悉出头，毋则讲台湾传统的戏剧，确实都爱保存，确实都爱甲传落去，因为遮精彩、遮丰富的内容。国正敢若读戏出的名，咱就感动。你讲看有影无？过来，咱换来关心中华和美。和美的顶营里的保安宫，自本是有大古镇后新将团，毋过遮的镇头人员年岁拢渐渐有啊。庙方为着延续传统的民俗，特别成立少年家的开路歌团，望讲镇头的文化会当继续代代传。少年囡仔真认真在练习弄歌，其实因拢是庙里开路歌的成员。中华和美顶营里的保安宫，原底就有大古镇和新将团这寡镇头。
不过因为生源的年岁愈来愈大，庙方转做一个由国中、国小的学生所组成的少年快乐歌阵。大人会协助我们，所以我要做的事情蛮少的，就是要管好他们，然后就是叫他们拿好器具。练习的时候还好。爸爸出去看绕境，然后我对那个很有兴趣，所以就是到了去年才加入这个保安宫。少年快乐歌阵的成员本身就对民俗文化真有兴趣，而且因拢是保安宫庙方干部的囡仔，自细汉就对士大人伫庙会活动出入入。因为有一点点兴趣，然后就是小时候看就是阿祖他们在打。就是好像很有趣，所以我就加入。一寡少年歌手平常时伫学校认真读册，放假的时阵才会同齐练习，希望用因的热情，互传统的庙会文化会使一代刷一代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台湾的热门音乐愈发展愈请赢，到今仔日也已经是真侪少年家人生想要行的路，风格也真多变化。特别是咱台语的摇滚音乐有影愈来愈兴。永暗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来帮这个节目，招观众朋友同齐来看少年家的摇滚音乐榜。成立6年的实用武士，因来自高雄，用摇滚甲唱出属于台湾的语言甲故事，用台语来创作是因一直拢正坚持的代志。其实讲，若是讲阮也会使话，嘛是会使继续做即马的代志，毋过是加倍再加倍的放大，互搁愈侪无共国家的人听，台语生存去看。实用武士4个人做伙组团，做伙创作，也入围金音奖受到肯定。另外，同款是来自高雄的千地乐团，因也用心写台语歌，表达对社会和生命的关怀。前提就是，因是高雄囡仔，因会使留高雄的气味伫身躯，但是因会使因为台北的关系，有足侪新的资源，互因的音乐变甲更较好。一般摇滚乐团用的是吉他、贝斯，但是必合会乐团也佮用到南北管的乐器，亲像阿呀、卡拉弦等等，运用传统的元素结合摇滚乐来唱出现代人的生活。因为恁听其他的乐团，可能会想到，还会联想到别的乐团。可是你听百合花，其实并不会这样，就是你听百合花，你只会觉得哇，这就是百合花。台湾的摇滚乐因为少年人的文化觉醒，有愈来愈多元的音乐，嘛因为对摇滚乐的热情，也一直创作出属于这个世代的台湾款。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桃园阳明高中周书武老师，出身是艰苦人的家庭，伊也了解教育是改变人生的一条路。伊唔但甲真歹学的物理变甲真趣味，佮带学生参加科学竞赛，时常伫咧得奖。周老师10几年来教学生无分大细汉，今年得到桃园市高中组 Super 教师这项奖项的肯定。念完手语，写报纸伫咧电磁炉顶悬跳来跳去，学生上课上感觉真趣味。阳明高中周书武老师当伫咧上高3物理电磁学的单元，利用电磁炉做实验，说明电磁感应的现象，甲抽象较歹理解的物理变甲较趣味，嘛带学生参加科学竞赛，真侪届拢有得奖。他是我遇到最好的班导，他是一个十分热心的老师，然后对于不管学生疑难杂症，他都会尽情的去帮助。是很喜欢上周老师的课，能让我们体会到说，原来书中的知识不只是枯燥无味的，而是生活上经常会实践运用到的。下课进前，周老师和学生举手机啊，结合即马上穿的教学互动平台卡虎，甲学生互动做问答，除了甲课程的重点搁做复习，嘛了解学生吸收的状况。这个真有耐心看教学生的周老师，真受到学生的欢迎。舰长他其实就是会用他的想法跟抱负一直往前冲，会引领大家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师就会跟着他。我会陪着学生一起做梦，我不告诉他的标准答案是什么，但是当他有梦想，当他有目标的时候，陪着他规划
弥补他欠缺不足的部分。弱势家庭出身的周老师了解教育是囡仔改变人生的关键，伊伫咧做教学的创新，协调英语、社会、自然、体育等等22个下学科的老师做的专题，食实有学问，甲结合18个自然科的老师，含脚踏车的头家做的练档科学，拢摕到教育部校本特色奖的肯定。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屏东枋寮遮有一对做农的翁仔某，因伫咧8月水灾了后，开始倒转来故乡种莲雾。对时大人所行的路，继续采用草生栽培，因甲莲雾园经营了真成功。但毋若有固定的销路，也拍出家己特殊的牌子。土地内面的莲雾拢已经熟啊。王清豪和吴东华翁仔某都无闲伫咧采收，伫咧屏东县枋寮乡种莲雾20多年。王清豪用草生栽培方式，无喷农药。伊讲这是延续妈妈过这片莲雾园的坚持。不舍说啊，就这样回来，常常在喷草药，回去那天回去会很口渴。他说就觉得啊，那我们就去做草生的啊，只要累一点了。笑笑讲做农确实有较忝，不过王清豪讲起返来故乡种植的迄段往事，当时拄好拄到800风灾，因唔甘爸母留落来，要挖1公顷的莲雾园全爬远去。王清豪甲工课撕掉，返来接厝的工课，就连王清豪的太太吴丹华，自本唔捌行入去莲雾园，即阵也真做是种莲雾的高人。台北那边拍卖市场，然后有一部分我就自己直销。QR code 就是你每一年也是固定要去做药检，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保障。吴东华唔若固定替莲雾做药检的测试，也申请 QR code， 互民众会使随时伫咧网络查看卖莲雾是毋是安全。王清豪甲吴东华两个人翁仔某共心，即阵唔若有固定的销路，也创出家己的品牌，成功互这片莲雾园起死回生。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因为东北季风影响，今日北部和东北部会较凉冷。暗时北台湾的温度敢若16、17度尔，北部东半部是云较高，佫会加减落刮雨。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9度到23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3度到28度。台南、高雄、屏东25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21度到27度。金门、马祖、澎湖15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